观众朋友好，欢迎收看《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》，我是蔡有欣。经过4档外来建造，经过4档外来测试，虽然当中有成着，不过经过台船甲海军全力赶工，咱台湾头一只国造创水南海群号今日是第1摆出港来进行海上测试，按算9月会当完成铺航、完成减航甲作战的项目。若是顺利，伫咧11月就会当来交船成军，提升咱台湾的作战能力。 海军和技术人员徛伫海群号的甲板，伫4米小船的介护之下，17头一届出港进行海测。轻军速迷伫半暝12点对台北西车落南，被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。阿扁时期，美军要美方要卖我们就已经被挡掉，然后现在终于就是在就是现在终于可以就是有办法自己造出来，有突破了，因为今天终于算是潜舰第1次出港。 台湾头一只国造的创水艦，伫2020年11月正式开工，继当年港轨抗两骨，2023年正式号名做海群号，并且落水。后续进行停靠港口的测试了后，这个月14号看到头一届以自主的动力，伫高雄港铺航，17出港海测，按算伫11月会当交难。浮航第1阶段就是简单的浮航，就是全系统包括主机的点燃。第2阶段可能就是压力测试，就会全速前进，然后这个满舵。 右转、左转，测试灵活度等等。我们海关就等到这个泊港测试备变了以后，我们自然就会进行海测。航大顶面的光电条瓦现出来，去年因为厂商延迟4个月才交过，造成海群号原定4月海测延迟，后续等铺航、畅水有作战的测试完成，就当交南甲成军。对于外离岛还有台湾东部，就形成第2线的防卫。如果他想威胁本岛的内圈，就是反舰飞弹、防空飞弹、无人机防御。 那潜舰可以从敌人的后面进行夹击。畅水艦会当远距离执行反封锁任务，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。不过，因为海群号后续南的预算，和在野党提案冻结50%。军事专家也呼吁，若海群号海测通过，顺利交南，希望各会会当徛伫甲政府一体角度、客观监督，和后续南会当按照时间和品质来完成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 也无人船伫咧陆俄战争真有作用，是吸引真济厂商来研发。也中科院伫今仔日就邀请国内外12间业者展示船面的无人船，其中有3间就是咱台湾的，包括讲碳基科技的碳险家1号，伊会当装新，伊会当精准辨识目标，嘛会当来收集情报。 过来是雷虎科技的海沙号800，那会当装新，佫会当对抗干扰，也佫会当防飞弹，执行自杀攻击任务，真符合咱国军无对顶作战的需求。也用着造船的乌条，会当伫复杂的海风当中展现稳定的操控的这个能力。 经海上站画8日等时，互应拢扣起来，扫落来对目标要驶正紧过去。国内3间无人艇的业者，第一燃烧外海壁向上熬，皇宫敢若比武大会。 无人艇伫乌俄战争表现真好，是请国内外厂商投入研发。中科院是邀请国内外12间厂商来参展，有5间国外厂商来参加，另外有3间国内业者，包括碳基科技、雷虎科技和龙德造船，拢投入动态展示。 碳基科技的碳险家1号是大型出港，全新使用航太碳纤维，有创形状的特性，透过精准目标的辨识来执行侦搜任务。 做来出定位是雷虎科技的海沙800攻击无人艇，同款有创形状的功能，抗干扰，阁会当防弹，上大航程到600公里，会当执行自杀攻击任务，符合国军无对称作战需求。那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，怎么样发展出不用人操作的 AI 界面。 上尾一个出来的是龙德造船的乌条无人艇，船身是深蓝色，船首是尖刺的设计，对应的能力是真好，在复杂的海风内面，同款有稳定操控能力。这次参展的其中一家厂商就是龙德造船，它也正好就是中科院快旗专案的合作厂商。因此呢，在记者眼前的这艘黑潮无人艇，也与中科院的快旗无人艇外观非常相似。 另外，中科院执行快机专案，和龙德造船合作打造的攻击无人艇，这摆并无出来。中科院院长李世强讲，只要无人艇通过作战测评，明年就当大量采购水面无人载具。
那我更要感谢今天有5位国外的厂家特别来参与今天的活动。我相信很快各位都会被中国政府制裁，但是请你们不要畏惧，因为你们选择了自由和民主的阵营。最困难当然就是去红工业的这件事情，因为毕竟在很多的电子组件跟相关的手感部分都还是比较困难达的。当然，现在已经有蛮多的国内厂商，也有外国厂商可以做选择。无人艇在台湾都起步，各大业者嘛相信讲，去红供应链是一大挑战。中科院讲，透过交流的平台，和国外厂商技术合作，也是共同生产，军民做伙来合作，就会当提升国军的协作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好，看到川普提早离开这个 G7 峰会进程哦，以为是爱继续讲。讲到 G7， 捌是 G8， 本地罗西亚是内底的成员国，以后罗西亚来加入，就是要鼓励因爱民主。结果呢，伫咧2014年，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接落来，迄时阵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甲其他的成员国甲罗西亚踏出去 G8 就变做 G7。好，即马川普的讲话啊，伊讲哦，就是迄个叫做奥巴马的人做成这个错误。川普讲 G7 若有罗西亚伫咧 ，G8 就袂有战争。也 G7 变做 G8， 还阁无够。川普佮讲话啊，伊讲哦，邀请中国来插一脚变做 G9， 这个想法佮真袂歹。今年的 G7 峰会伫加拿大度假地卡纳纳斯基斯举行，7个领袖接惯例徛做过协商，面对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，佮有中东战火拢咧炭烧，还佮有美国佮关税为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无确定性。7大工业国有真侪议题需要协商，不过等袂会峰会结束，川普因应中东的局势，决定提早一天离开。不过伊煞雄雄讲出要互罗西亚重新倒来峰会提议。The G7 used to be the G8. Barack Obama and a person named Trudeau didn't want to have Russia in. And I would say that was a mistake because I think you wouldn't have a war right now if you had Russia in. And you wouldn't have a war right now if Trump were president 4 years ago. But G7是伫1998年批准罗西亚加入，正做8，目的是鼓励罗西亚伫苏联解体了后走向民主。不过2014年罗西亚并吞克里米亚，迄阵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因安尼甲其他的 G7 成员国联手，甲罗西亚踢出 G8。不过杜鲁多2015年才做加拿大的总理，并无参与到苏当时 G7 峰会决策。川普明显是侮唔到人啊。Why not have China here,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nited States? Well, it's not a bad idea. I don't mind that. If somebody wants to suggest China coming in, I think we suggest. 川普表示也同意邀请加入甲 G7 扩大做 G9。不过川普这项建议可能阁需要经过集团成员同意才会使。因若伫峰会中美声明会谈也同日进行，美国甲英国双方是宣称讲贸易协议正式完成签署。美国会对英国扣10%的汽车关税，还阁有25%的钢铁甲阿鲁米的税。英国是扩大进口美国的牛肉，还阁有一纯中商品。因若日本首相就帕无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了后，并无就贸易谈判达成突破性的进展。公司新闻张回斌朋友。中华报道一间饲料厂今日早起10点外，一个员工伫咧清机台时阵呢，无细力拔落去，加着骹，这个火哦是闹袂停，赶紧甲这个员工送去病院抢救。不过这个员工的伤势伤过头严重，有关救无回来。救护车紧甲受伤的人送病院，但是伤势真严重。救援人员一路做 CPR， 落尾嘛是不敌过身，互家属是真悲痛。今仔日是安怎那安尼？嘛唔知。不要再讲了。但是发生伫17早起10点外，中华报道这间饲料厂传出公安意外，41岁姓杨的员工当在摒喙翻袂记，煞无细致对机器内面的楼梯触落去，正脚互机器压掉。经消息开1点外钟的时间，才总算甲人救出来。他到现场的时候，那个患者受困于呢玉米搅拌槽的粗糙里面。然后我们就将人员利用那个机具配合厂商破坏槽底，将人员救出。急救1个小时多了，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呼吸、心跳。安东安来说，右下肢已经开放性变形了。员工因为伤势相当不敌，饲料厂的负责人嘛赶去病院，伊无想到伫遮做工课10几年的员工会发生意外。这案事中区这案中心嘛介入调查，初步认为讲是流程和安全管理有疏失。因为你要做一些清除哦，你要先把那个机器停起来啊，所以说他的公司哦没有让他先把机器停起来，人才去做一些清除的工作。
那还有一个就是会卷夹的部分哦，会卷夹部分你要设护罩护围，是把那个卷夹不能把它围起来。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表示讲，除了已经要求这个工厂停工复检了后，确认安全才会当个运作。另外，对这个意外，嘛会照违反治安法，对业者来罚3万到3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要早暗台北市街头有一台大都会客运的电动公车，那想讲因为电池有故障，所以规只车全倒火烧，加在是无人伤亡。公运处这边呢是讲，若要理清讲是怎会来烧起来，嘛下令降配20只车全面停驶。另外，无工业者因114台公车型的车辆，嘛要伫3天内彻底检查。配合委员充满一台大都会客运的电动公车，变做一大团的火球，互经过驾驶含跳奥多巴的拢错一个。拜一暗时，台北敦化北路街仔路有一台电动高车驶到一半，仪表板是忽然间出现红灯的警示，表示讲电池无正常。机警的驾驶是随互车顶7个乘客拢落车，后壁随通报公司状况的时阵，这公车就爆炸导火，规台车一个都烧起来。华德牌的电动公车，它是最早的国家队，它的灯号就只有一个，要么红灯，要么黄灯。对，那就是各种状况，它有不一样的归类，因为它的保护机制很多。好在这乘客拢安全疏散，无造成更较大的意外。公运处除了要厘清导火原因，嘛紧急下令降配处20台车全面停驶。另外，无工业者公车型的114台车，嘛会伫3天内完成总体检。针对同车型目前台北市总共有114辆，那我们也在不同业者的营运当中，我们也请这几家业者做一个检视。那目前有2辆车有一些异常状况，是已经做停派了。大都会客运这台110年12月出厂的国产品牌华德牌的电动公车，今年3、4月拢有完成定期的保养。车顶装的3元锂电池虽然讲有关能量的密度，但嘛是有高温还是热失控的潜在风险。因为安尼，贸业者是选使用成本较悬的钛酸锂电池，因为安全性较悬，嘛较袂来爆炸还是烧起来。我们在进行极限破坏的测试中啊，我们产生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的爆炸，而且燃烧只是一瞬间的闪燃，不会波及到旁边的模组。台北市目前总共差不多有3500台的公车，其中有858台是电动公车。公运处已经要求各经业者伫3天内完成全面检查，而且提出后壁的改善报告。推展绿色交通的时阵，安全嘛袂当拍折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已经到时间，法国罗浮宫奈无来开门，原来就是因为6月16日罗浮宫的员工来罢工来抗议旅客伤过头济，因为去年一档都有870万人去到罗浮宫来参观，不过员工讲这人这么济，煞请无够人，请无够卡手，互因是严重过劳。也抗议旅客伤过头济，也阁有西班牙、巴塞隆那这边，当地民众是上街头抗议观光客搅了因的生活。已经到开馆的时间，法国有名的景点罗浮宫的大门锁关条条，互摆到倒等的游客是规个雾煞煞。罗浮宫的员工伫16开馆进前是无预警发起罢工，理由是官方接待伤济旅客，说长期以来拢无请有够的人力，互员工严重过劳。官方宣布延后开门，而且紧急召开高层会议，目前拢还未对外发布任何声明。罗浮宫是全世界上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，敢若去年就迎接870万的旅客。不过人数过济，造成观光品质降落来，员工过劳含建筑物未堪理地遮侪人这问题，长久以来拢受到批评。虽然法国总统马克宏已经宣布改善计划，但是暗算搁要几啊年才会完成。镜头搁转去西班牙，伫顶礼拜、6礼拜，有几千个巴塞隆纳的民众嘛，行起咧街仔路，抗议城市过度观光化。有示威民众伫咧旅馆的门口扭封锁线，而且放炮啊含彩色的烟雾，表达生活空间红用甲下尖尖的愤怒。Nosotros necesitamos un turismo responsable, no un macroturismo, sino un turismo que respete la salud, respete el trabajo, respete la dignidad y respete a todas las trabajadoras que trabajamos en
en este sector, ¿no? turístico. 内面互咱讲上侪问题之一，就是伤侪主体，拢互改造做观光公务，造成当地厝价起甲真悬，房源嘛无够。另外，因为有伤侪拢实体观光客咧开的商店和餐厅，嘛互真侪传统店家拢无去啊。伫市委内面特别受到注意的一项道具，就是佚佗面的水枪。这水枪本底是要互因伫游行内面较袂遐热，但因为伊会当制造无杀伤力的小干扰，伫游行内面互广泛使用，就会变作示威的象征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，我是曹欣，明仔载讲这时间再会。